今日我同一個 gas engineer 傾開偈，佢同我講咗一件好有意思嘅事。一般都以為佢哋一定係冬天最忙，夏天應該冇乜生意。但佢話今年竟然完全相反。今年夏天佢做冷氣安裝忙過冬天裝鍋爐。唔單止佢自己，佢身邊好多做冷氣安裝嘅工程師都忙到爆，客人一路排隊等安裝，甚至有啲工程師同佢講，連冷氣機都唔夠貨，要等好耐先有。我聽完之後，第一個反應唔係快啲入貨買冷氣，因為做生意咁多年，我學到第一件事唔係要諗買乜，而係先驗證需求。如果市場真係有需求，自然要研究點樣滿足呢個需求。所以我就開始諗，如果英國未來夏天越嚟越熱，冷氣會唔會由以前嘅奢侈品慢慢變成每間屋都想裝嘅必需品？如果真係咁，背後就唔只係買一部冷氣機咁簡單，而係成條 supply chain 都有機會。例如我發現好多工程師都係識裝 Bosch 等歐美品牌。如果有可靠嘅供應鏈、quality control、customer service， 再配合本地專業嘅工程師，其實有冇機會解決而家供不應求嘅問題？所以我而家唔係宣布我要做冷氣嘅生意，我只係公開我點樣分析一個商機，由一個前線工程師提供嘅息路開始驗證需求，再研究市場，而唔係見到熱潮就一窩蜂衝入去。如果你喺香港做冷氣供應鏈出口，又或者你喺英國做 HVAC 冷氣安裝，都歡迎交流，因為有時一門新嘅生意就係由一個真實需求開始。